主耶稣基督讲，伊就是活命的美娘，来到耶稣遮的人，心灵的确袂夭饿。相信耶稣的人，心灵永远袂脆干。请收听《活命美娘》。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咱的好朋友，我是喜乐。咱即阵要伫活命美娘单元，要做伙来分享即个新约圣经，继续来讲即个概论，要来谈即个提摩太前书的即个概论。提摩太前书是三封即个教牧书信中间的一批一张批。也是使徒保罗要写批给提摩太这个少年团队以免来讲爱予信徒有好榜样，所以因为伊少年保罗对伊看重，但是嘛担心，因为当时的教会有袂少的异端反对教会自作主端骄傲这款人愈来愈多，所以无予这个团队人被看少年看轻。佫面对当时教会一寡问题所以提摩太前后书差不多咧讲到维护真理啦所以第4章16节前书的4章16节，保罗真要紧甲提摩太讲，你要谨慎家己甲家己的教训，爱伫即寡代志顶头来恒心，因为安尼行会通救家己，佫会通救迄个听你的人。所以咱就会当看到保罗对这个少年传道人提摩太的这个关心啦当然，提摩太前后书伊的背景嘛有伊的动机上重要就是保罗来勉励少年的传道应当爱面对的这个问题甲对真理的维护。那提摩太前后书甲这个提多书这3张书信咱咧讲叫做教牧书信，就是会当教育这个教会内底兄弟姊妹要安怎来修道理，要安怎来坚持信仰，和这个牧者甲主的羊群这中间有真好的这个互动所以毋是讲和规间教会的同龄兄弟姊妹受批其实这差不多是私人的批信较济啦这中间有这个期待。所以保罗伊写批就讲第1章第1节就讲奉救主神咱所仰望耶稣基督的命令，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批给提摩太所以这拢是真私密的，就是讲真私人的啦那私人的批就毋若干那教导尔，更较重要就是会当看到伊的这个期待所以差不多伫主后62年写这张批甲咱即阵来读，佫真正有滋味当然活动的所在就是伫这个马其顿甲有所教会遮有真济这个问题走出来时阵，保罗真担心这少年提摩太伊拄着这个代志袂晓通处理所以就真要紧安尼写批互伊当然伫这个批信内底咱讲1章第2节提摩太和这个保罗安尼来疼惜关心，对伊有真大的期待。所以伊讲我写批互咧因信主做我真后生的提摩太，愿恩惠人民平安，对父神安尼来显明来甲你同在相属，互你恩典。所以提摩太接这个批嘛真正将这个保罗当作家己的使徒共款，所以保罗将这个提摩太伫这个两人咱讲师徒的这个关系嘛提升到亲像后生安尼所以伊嘛把提摩太看作是家己的后生来关心啦所以伫这中间伊讲爱提摩太为这个真理来担这个美好的点将这个对神对主耶稣遐领受的命令来交代给提摩太，所以伊定来用迄个我字就是讲我的囝安尼来称呼提摩太。甚至嘛关心伊的肉体这个提摩太前书5章23节才有咧讲到提摩太这个胃口无好啦胃无好势每遍拢患这个胃病所以叫毋通定来啉清水啦会当用淡薄仔酒咱就咧爱笑讲，这就是提摩太酒用一输仔酒这一输仔酒就真歹讲对敖啉的人一输仔酒就1罐半罐对袂啉的人都夺着1喙2喙安尼所以这讲起来也是一个适量啦就是讲要用的，毋是要当灌互盲灌互醉的所以有人咧掠做讲无啦，圣经嘛无讲袂使啉酒无毋对但袂使醉酒是一定的啦。
加即个啉酒无关系，因为这真做是药用的药用的这酒共款吼所以保罗知影伊的这个身体情形，可见吼这爸母这安尼啦吼提摩太的老母是信主的这个犹太人，伊的老爸是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所以讲起来就是信仰的角度甲内容无共款，因为原生家庭甲一般的人无共款，因为爸母是无共款的这个民族保罗讲这个提摩太伊的母亲是犹太妇人人，伊的老爸是这个希利尼人，这是使徒行传16章第1节就讲到安尼所以大家来真学了提摩太的信仰，是为伊妈妈这个来关心来所以大家拢真学了，就讲伊有好的这个信仰的品德虽然提摩太的老爸是讲起来是希腊人外邦但是厝内面人嘛甲伊行割礼这个使徒行传16章第3节内都有讲为什么行割礼呢？因为妈妈是犹太人，按照犹太人的这个传统犹太人的囡仔出世就爱来行割礼互犹太民族犹太人来认同啦这嘛讲到保罗并无反对割礼只是反对讲这割礼的层次甲提升甲得救关系所以到提多的时阵就无讲割礼因为提多本身是这个希腊人外邦人，所以爸母嘛是犹太人，所以就无强调讲叫爱行割礼所以保罗嘛无强迫这个外邦人就一定爱行割礼，甲犹太人同款这种分别为圣的这个限界啦但咱若讲分别为圣明白道理，读较清楚，无去犯罪得罪神，无去触犯律法，安尼毋是佫较好吗？所以保罗强调讲，迄心内割礼比这个外在佫较要紧啦所以保罗一个对提摩太这个关怀嘛知影讲伊的这个信仰是对伊的外妈罗伊老母幼尼基安尼发出来提摩太后书5章1节内就有讲提摩太的厝内面的人是全家信主伫耶稣基督的恩典内底是无畏的就是讲诚实无过的所以细汉就明白圣经安尼因为圣经是神的话会当督促，会当来教训人拢是互咱有益的所以对提摩太来讲这个神的教示律法伊拢真知影嘛行割礼应该伊嘛是真做律法之主22岁的时阵说明提摩太有真好的这个家庭信仰的教育，因为从细汉就明白神的话就遵守这个诫命所以咱嘛爱勉励咱的囡仔伫教养之路顶头用神的道理来教导讲教老嘛无偏离啦这箴言22章就是安尼讲咱安尼教养孩童互伊明白神的话，教老又袂偏离袂偏差去嘛爱为伊祈祷啦过来就讲这个提摩太前书是伫这个以弗所教会写的啦保罗伫以弗所的时阵写提摩太前后书写了无偌久想要了解以弗所教会所以这两张批信拢会使做参考啦这个小亚细亚是现代土耳其这个境内啦境内讲的一个繁华的都市，交通四通八达，文化交流甲贸易好做生意真兴盛因为这个港口会积沙所以人煞愈来愈少船就无停靠无停落来，所以就渐渐没落去当然，伫迄当时贸易文化交流最重要的城市而且是占有这个古世代7大奇观之一的这个阿底米这个神庙这偶像庙看起来虽然19章3、5节嘛讲到这拜偶像伫这个所在小亚细亚真闹热啦大家真迷信还有迄个物质主义的都是提倡享受的啦所以有真侪人是伫这个原生的这个信仰就是拜偶像的信仰安尼转过来当然伫使徒行传19章内底嘛有讲到保罗咧讲这有所人毋知这个啥人是有所城的人是咧固守迄个偶像庙但阿底米这个庙甲迄个宙斯伫遐留落来这个神像所以因讲起来当时伫迄个今世的看法就是讲现世代的看法，当然嘛是好高骛远就是
爱有钱啦吼，爱有地位啦，有钱有地位吼，人就自高自大，所以保罗甲提摩来讲吼，唔通挖去迄个无定的钱财啦吼，单单挖去迄个高数百米吼，咱享受的神吼。所以咱讲到当时这样趁钱就成了财主，靠金钱自高自大，伊就袂去靠神啦。所以安尼面对少年的这个传道人吼，是不是有金钱的引诱，是不是迄个权势的引诱吼？这就保罗就真甲教师吼，用批信来甲教师。当然提摩太伊嘛是真可处啦吼。讲起来，保罗在讲吼，你唔好互人吼安尼小看你年轻，爱伫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顶头，拢做信徒的榜样啦。这提摩太前书4章12节吼，做榜样，所以袂使互人看你细汉，看你无吼。所以讲亲力亲为啦吼，你逐项爱家己先做，人才会看到讲你的努力吼。说到做到吼，言有信吼，言必有信。言是有信啦，人就袂感觉讲你是放养的孩子吼。所以亲力亲为，说到做到吼，过来就是吼以身作则，安尼才会当用行动吼来互人来信服来佩服，建立榜样。后壁少年人就会照安尼行吼。所以保罗在讲吼，我提醒你互你将神借我按手互你的恩赐搁再像火眺望起来。这保罗吼，你讲到即马吼，神赐的吼，毋是迄胆怯的心啦，乃是刚强仁爱坚守的心。刚强当然毋是靠家己，靠主刚强，仁爱就是神的属性吼。咱有耶稣基督神的这个属性，将这拢紧紧遵行守伫咱的心上吼。提摩太初出来担任传道的时阵，少年，所以面对足侪代志当然有一胆怯的这个内心，所以保罗就甲勉励讲：你吼爱这个信心像有火安尼眺望，就是讲无去互花去。火若花去，你物件烘了袂熟，半生熟也袂食哩。伤大臭火大，所以讲重要的迄个火旺毋是大火小火，是迄个温度啦热度，迄就是指到内在。所以保罗嘛重视提摩太爱看重内在，安尼就袂去互看轻啦。你虽然少年，虽然年轻，但你的内心的火热就是讲迄股迄个做工服侍的心是足坚定的、足坚固的吼。勉励时阵安尼对主耶稣足有信心的，安尼真自然就破除迄个异端吼。你对异端的代志，就大家传来传去以讹传讹就错直传去安尼就挡袂牢有的人掠着，人讲掠着迄个把柄就拖咧说讲过去有，我看即马嘛是有啦网络这世界出在你讲免负责任，其实迄拢爱。难道主耶稣毋知吗？难道咱的神毋知吗？所以保罗对异端的问题开头就写，一直到中间到结尾伊拢来凸显这个问题的重要甲严重性所以异端的问题古早有，今嘛嘛是有，所以咱嘛是爱安尼来遵守，求主耶稣帮助咱，互咱伫异端顶头的这个裁判分别咱清清楚楚，毋通安尼危害家己，搁去甲传迄个危害别人的信仰所以谣言指伫这个智慧的人谣言止于智者嘛所以。对真理的这个明辨那有以弗所书1章13节讲的咱要传的是这个全备的真理啦，无通挑剔的会通互人得救的福音。所以咱所传的这个福音是对人有福气，对人有帮助而且信基督就是坚守圣经的标准嘛。你若无信的话，无圣经就出在人讲的过来领受应许的圣灵，这就是印证咱是神的儿女，后生查某囝，安尼就会当祈祷的时呼喊阿爸爸，都毋是仆人安尼以上拢会当来荣耀神，荣耀咱的耶稣啦所以保罗就是安尼甲提摩太讲而且这个工作人员的部分爱选迄个忠心的啦，这监督就教会长老执事、女执事这拢有真好的一个规范所以你提摩太前书拢有提到。所以忠心的仆人一定会做伙面对迄个异端的问题袂互迄个错误的啦、迄个拗的啦、吵的啦嚣人的毋好的所在像这拢一直甲掀起来，其实这就无帮助。所以保罗勉励提摩太爱去面对这个问题，嘛爱好好来设立这个圣职同工圣职人员安尼咱对这个教牧书信三方会当来了解讲专门就是咧对付这个异端的问题所以
这荒谬吼，无凭据的吼，无真理的吼，讲起来拢爱真正谨慎啦吼。家谱的部分吼，这人咧看重，犹太人咧看重，就无一定爱安尼啦吼。毋免讲家己家世尊贵吼，就看轻别人分门别类，就讲这个朴素的话吼，甚至要做老师、做教法师，就无爱听人讲，你要讲互听吼，袂输家己真牛安尼吼。所以这种爱谨慎吼。所以以上这个题目来简述吼，会使讲是互咱读了，咱会感觉讲，有足济吼，咱通学习，有足济吼，咱都爱抵挡吼，清清楚楚，安尼对真理的维护吼，才袂来拍算去啦吼。所以咱领受这个圣经的真理吼，就谨慎，这是咱真好一个教导甲教示对真理的维护，谨慎咱的态度，会通救家己、救听你的人吼。所以咱来反思啦，思考讲吼，真理的重要性吼，教会是基督的身躯吼，所以袂使甲破坏，是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神的殿，咱就应当来看重吼。伫这个许多教会末期吼。愈来愈侪异端愈侪欠算，愈侪有诶无诶吼，直讲，直冲击入来吼，到最后吼一发不可收拾，到尾圣灵离开教会，所以末世诶教会嘛安尼啦。当时圣灵天降一直到这个1917年19世纪吼，保惠师这来降临吼，来成立新诶教会，真耶稣教会，完全遵照圣经诶这教会，这难能可贵。咱会当伫这个教会内底咱对照圣经会拄得明白，无像一般的教会吼，无会佫讲吼，你讲守主日这个错误爱守安息吼，拜六礼拜吼，这种搞不清楚，拜六是第7日咱就清楚知影，过来无做圣诞节，主耶稣都无安尼讲，12月25嘛，毋是耶稣的生日所以这种是错误，等于这是异端这是明白可看的吼，那迄个似是而非咧，进入你的心内咧所以。希伯来书内底真好啦吼，这个13章内底第7、8节咧讲，迄个以早教导咱的引导咱的人咱来看伊的信心，学习因的这个用心咱以后嘛要照安尼做。但是更加留意看伊做人的结局啦，所以这做人若是到尾无好尾，也是讲离开真理、离开真教会这你就要给伊切断连讲起来毋能够甲伊做朋友毋能够甲伊交谈，甚至佫较袂使替伊传话安尼伫屋顶头有份啦。约翰二书内底有讲毋好伫屋顶面有份所以连做伙食饭嘛袂使，清清楚楚，咱选活伫主基督伫神这边，神就活咱这边啦所以末后有一寡属灵的征战神的军兵穿白衫特别穿这个幼麻衣，就是会当分别为圣，诚做神所用的又白又洁净咱来军队这有剑对伊的这个剑甲剑对伊的这个喙内底出来当击杀这个列国咱就爱求主帮助咱，互咱嘛用神所赐的这个武器来抵挡魔鬼的诡计。最后伫末世的时阵咱会通代表属灵的这个军队来赢过这个试探这个圣灵的这个宝剑有所书内底有讲就是神的刀神的刀就是对神喙中所出的话，亲像一支这个利剑同款。所以真理伫对圣经嘛，就神讲的话嘛主要所讲的话嘛。所以为真理打美好的点，咱大量读圣经。大量读圣经知影参加聚会嘛定定反省思想会当家己写笔记伫这个末世的征战，咱会当来靠圣灵来赢过所以求天顶的神来帮助咱互咱伫属灵的征战顶面这场征战咱拢先装备咱家己，装备好到真理的这个对付尤其是异端咱用圣灵的宝剑来切落开破碎真理的圣灵有圣灵就有真理有圣灵就有神的帮助有真理才有圣灵，两项拢要对照清楚咱百合主安尼有神的灵真理甲咱同在佫有这个神的道真道真理来圣灵同在有真理来做依据安尼破除这个教会内底一寡异端错误的代志安尼嘛会当将软弱的人牵倒转来，安尼教会运作就正常真正无才调的就切断嘛那就是爱赶出去拄命同款所以求天父真神来帮助咱，互咱有当保守圣洁伫主的面头前，无异端赢过咱听无来简书的概论咱就先讲到这安尼要做来祈祷来完成今仔的这个工作。作为阿头白祷，奉主耶稣圣名祈祷，
主爱天父，阮感谢学到你阮领受主你的这个教示你的吸引，互阮会通成做真教会神的后生查某囝。但是慢慢阮会看到嘛，了解内部真正有少数人来混乱咱的组织，混乱教会，甚至传迄个骗书的、是是而非的影响人影响信者。主要所求你帮助咱互阮立定心志或者是别人会受影响，咱家己个人甲咱的家庭，咱拢会维护伫神的真理内底无起争端守住真理伫这个保护教会、保护真理的这个上好的方法，就是甲行出来所以教会内底有遮济咱需要关心的就是基督神的样咱应当用神的话食做上好的粮食甲这个牧草互因会当食得饱足，搁到青草边会当啉水到这个溪河的边若水只着圣灵神的灵就咱饱足咱以后面对困难、面对问题，咱会当靠主来刚强求主耶稣听阮的祈祷，阮荣耀颂赞归主耶稣的圣名，阮因为平安临到你所喜悦的人，哈利路亚，阿们。